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出埃及第19章第1节到第9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灵的能力。再过几天就是五旬节，就是1年1度的圣灵降临节。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一直是在教会界里面，在基督徒之间一个非常热门被讨论的主题。对于圣灵的工作，或是我们说属灵的工作，圣灵充满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表征，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以及看法。我们今天暂时不接触到这个层面，我们就简单的来谈谈圣灵的能力。因为呢，圣灵是上帝的另外一个位格，圣灵也是非常全面的。首先，牧师要来提醒一点，圣灵的存在并不是从使徒行传第2章以后才存在的。从创世纪第1章我们就看到了圣经有提到的圣灵。圣经说，太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大地混沌，还没有成型，深渊一片黑暗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2节，接续的经文所记载的创造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再跳回到出埃及的记载，圣经记载，于是摩西出去，把上主所说的话告诉人民。他召集了70个长老，叫他们站在圣幕的四周。上主在云中下降，对摩西说话，把赐给摩西的灵分给那70个长老。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，但并没有很久。其中有2个长老，以利达和米达，他们仍然留在营里，没有到圣幕那里去。在营里，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也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。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第11章24到26节。圣经中有许许多多关于圣灵的记载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提出，我们就引述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全部圣经是受上帝圣灵感动而写的，对于教导真理、指责谬误、纠正过错、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，要使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，能做各样善事。所以，整本圣经的存在就是与圣灵有关，是上帝借由圣灵感动启示给圣经的作者所记载的。我们刚刚提到了出埃及的记载，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，出现在荆棘里面的火是上帝的灵。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19章也提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
西乃的旷野去朝见上帝，而上帝的存在就是一个灵。这个灵也同时透过白天的云柱、晚上的火柱，带领着摩西以及以色列人经过旷野。上帝说：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上主怎样对付埃及人，我背着你们，正像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，把你们带到这里归我自己。如果你们服从我，守我的约，你们就是我的子民。全世界都属于我，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，是神圣的国民，是侍奉我的祭司。领受圣灵以及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其实是基督徒的福分以及责任。使徒行传第2章这样记载到，五旬节的那一天，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，忽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，仿佛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，充满了他们坐着的整个屋子。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散开，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，才开始说起别种语言来。那个时候，从世界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，一听见这响声，一大群人都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地方，大家都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听见了信徒用他们本地的语言说话。圣灵的降临是将他的能力赐给了基督徒，就如同前面所说的五旬节的当天，门徒们所领受的。在领受了圣灵的降临之后，就领受了圣灵的能力。使徒行传的记载说，在惊讶诧异中，他们说：你看，这样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为什么我们个个都听见他们用我们自己的母语说话呢？我们当中有帕提亚人、米底亚人、以兰人，还有从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、加帕多家、本都、亚细亚、弗吕家、庞菲利亚、埃及和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来的，也有从罗马来的，包括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。此外还有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。我们竟然都听见他们用我们本地的语言述说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。这是圣灵降临之后的圣灵的能力，目的是要让人感受到上帝的同在，感受到一个生命的改变，并且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、呼召以及差遣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是多么的有福啊！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，多么的有福啊！上主从天上俯视，他看见了全人类，
他从自己的座位上观看地上的居民，他塑造每一个人的思想，洞悉他们一切的作为。君王不以强大的军旅获胜，兵士不靠强大的力量保命，靠战马不能保证胜利，马的威力救不了人。上主看顾敬畏他的人，他看顾仰赖他慈爱的人，他救他们脱离死亡，饥荒时保留他们的生命。我们仰望上主，他是我的帮助，我们的保护者。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，因为我们信靠他的圣名。上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仍然有这样的信心，坚定的相信，全心的依靠，能够荣耀主的圣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